大家有冇試過一啲情況咧？即係譬如你之前嗰一晚你瞓到好夠嘅，但係你第二日起身咧仍然冇乜力啊，好似個人唔精神啊，咁攞個手機出嚟睇又會眼朦啊，又或者係你之前嗰一晚去咗飲酒，飲完之後咧第二日飲少少就宿醉，宿醉之後一路都好似清醒唔到咁樣。其實如果有呢啲情況咧，就代表你嘅肝功能唔係咁好，或者已經出咗事嘅。我今日咧有一個好好嘅100%源自日本製造嘅濕皮紋，好想介紹俾你哋，就係佢啦。呢個濕皮紋咧係由日本著名嘅廠家就係早稻田製造啦，咁佢有5大成分都好犀利嘅。咁頭2種咧就係薑黃同埋豬肝梅分解物，其實咧都係一啲好出名嘅要嚟補肝啊護肝嘅成分。咁就有呢個廣島蠔啦，可以要嚟滋潤翻強壯翻個肝啦。咁芝麻素就要嚟緩解嗰個醉酒狀況。咁最後咧仲有呢一個 L 嘅胱氨酸同埋呢一個尿氨酸啦，都係肝臟咧養護嘅氨基酸嚟嘅。呢個產品用嘅蠔咧係廣島蠔，都係夠晒靚嘅。咁而且佢嘅提取方法咧用咗一個叫做高壓酶分解法，佢係盡量將成隻蠔咧完整嘅營養提取出嚟。咁所以咧其實咧你唔好睇呢個濕皮紋好似細細粒咁，其實佢真係好有料到。咁佢薑黃咧係由日本嘅沖繩製造嘅。咁沖繩咧出嘅薑黃就好出名，因為佢地理環境咧，佢啲薑黃係世界有名嘅頂級嘅。咁呢度有少少數據啦，就係32隻呢一個老鼠仔啦，咁啊做過一啲實驗嘅。咁幾類飲酒嘅朋友咧，佢哋咧到最後尾得出嘅結論都係減少咗對肝臟嘅傷害啦，減少咗脂肪肝嘅相關因素啦，同埋抑制咗脂肪肝嘅合成嘅。至於呢個豬肝梅分解物，大家話有啲咩用嘅咧？其實咧佢可以改善肝功能啦，提高酒精代謝同埋補充翻咧營養嘅。咁佢都做過一啲實驗啦，就係有6位啦男性平均年紀46歲左右咧，咁佢每一日咧都食呢一個豬肝梅降解物。咁去咗12週之後咧，結果就會顯示到就係 AST 啦、ALT、ALP 都有改善。咁而且血糖啊、血壓、體重同埋 BMI 咧都係有證實係會被降低嘅。咁呢度俾多少少 tips 大家啦，如果大家真係成日飲酒咧，喺飲酒之前咧食2粒咧，係對個肝咧有一個超級嘅保護作用。特別要提一提嘅係咧，佢呢個產品啊係日本厚生勞務省認可嘅機能性產品。咩意思咧？咁咧即係話，如果除咗藥之外，喺保健品裏面，佢喺日本當地係最頂級嘅。咁所以咧呢一個產品咧，你唔好睇佢細細包，一包已經係食1個月，咁每一日咧食2粒仔嘅啫。OK， 就可以對你嘅肝咧負翻個責任，同埋保健翻佢，就係咁樣啦。希望大家可以試下呢一個咁優質嘅好嘢。OK。